三日毋食青，便虫强；三日毋食虫，唔能弄。新闻讲，台湾人的食材近来经常使用的，这类东西大体来讲唔多元。台湾人讲，三日毋食青，便虫强；三日毋食虫，唔能弄。第二强讲的是青菜，片虫强意思是行路大脚片内容的，虫是讲菜虫，能弄是聪明神发的意思。古句话意思是三日毋食青菜，人会黏黏，行路会行到大脚片；三日无食到菜虫，人就会戆脱唔神发。腌菜一般人家三餐唔可以丰用，做为说要较粗咸，菜听错爱有咸。怕咩是爱打电饭包出去做事，爱较好准备。古所路的咸淡，像咸菜罐、玻璃菜罐、萝卜干一条，系亲家标味菜。一菜又青菜好棒，又有菜虫。公送养盼望发达的时代，种基下人耕种，唔多有用农药。古所青菜都放一刀虫嘅。富人家做饭爱油按咸，拖多按功夫，一下无生意，食饭强怕就会夹到油菜野虫。喺有人目做案例，看到菜放有虫嘅就微微骨，睇人就会讲：三日毋食青，片虫强；三日毋食虫，唔能弄。落险人毋是惊菜虫未食得，目的是喺鼓励人爱多食青菜。腌菜怕无人会同大家讲，乜嘢东西爱食几多位，就伫假设地位青菜，人会较酷欠。新版国民饮食指南建议13日一日至少爱食青菜类3到5盘，总共多食青菜数年长。